浑水河就是黄河、清水河、长江。那么西部苗族它经过还有乌江。从这个西部过来也经过乌江。那么3条江。也就是从北到南的一个迁徙的历程，是吧？对，他用服饰来记载了苗族自己的迁徙史。而在苗族女性的银饰上，甚至有着先祖骑着马从北方一路迁徙的形象。尽管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迁徙，他们最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蚩尤带领先民们当年在黄河流域生活的情形，却始终留存在苗族的记忆深处。考古人员在阳谷的工作仍然在继续，他们发现这座龙山文化城里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区。它的这个祭祀是比较清楚的，它的祭祀主要分布在这个遗址的东北角，遗址的东北部，东北部这有一个小高台，高台地要大，这个大台上居住着很多人也，你比如说部族首领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人，多数人居住在这个大小台下边到城墙这个区域内。在聊城的运河博物馆里，我们看到了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出土的一些文物，其中有红陶、袈裟陶，也有典型的黑陶，有生活用具，也有礼器。这都是当时那个坑里出的，就是景阳冈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。对，景阳冈这个遗址出的。你看这些罐儿，这些烟，等等这些东西，这些陶器都是吹器。吹器也就是做饭用的。大量炊具出现，说明当时这座城里居住着相当规模的人口。而在那个时期，蚩尤及其部落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以及山西等中原地区。专家根据这座城址以及其中出土的器物推测，阳谷很有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以及苗族先民的活动中心。而在祭祀区，考古人员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。在聊城市的博物馆复原了祭祀区当时的场景。这个牛骨架，最主要还是牛骨架。它用牛来做祭祀。这个复原场景呢，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祭祀坑的那个尺寸来复原的。这个包括这个牛的形状吧，也大体是那个形状。它是俯卧式的。俯卧就是不是正趴，它是侧身的趴的呀，特别健壮的一种。它分好多灰土层，每一层都夹杂着陶罐和烟。意思就是祈求丰收。可以看出，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对牛极为崇拜，这与传说中蚩尤部落将牛作为自己的图腾似乎不谋而合。甚至有人进而推断，当时的蚩尤部落的都城很可能就在阳谷。阳谷这里还有哪些跟蚩尤相关的民俗？那座古墓真的是蚩尤冢吗？请继续收看《走遍中国千里寻蚩尤》。泥哨是阳谷的一种特色工艺品，因为制作简单、价格便宜而为大众喜爱。而它的由来很可能和那个神秘的史前时代有着某种关联。
小的叫自来眼，大的叫古松。黄河的这个胶泥啊，与那个胶泥是因为它很有粘性。有粘性。蒸好以后，做好以后，都是干了，干了以后就开始烧制。啊，还要烧一下。对，我不烧以后它不结实。烧一下就好了。烧了就成陶的了。成陶的了。所以也叫陶烧，但是也叫陶烧，也叫陶熏。仔细看，这些泥哨上都有一些发音孔，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。它的大小不一样，越小的音越高，有高音，中间的有高音的、低音的、中音的。据说在过去，每当大雨过后，阳谷一些农田周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的器物。我们这个阳谷县呢，它又是东夷之都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也就是蚩尤的它的这个根据地，蚩尤部落的这个地方。所以说，这个蚩尤东夷部落的人啊，为了纪念蚩尤，啊，以这个利用锤子用狻的这个形式，啊，来什呢，就是说纪念蚩尤，因为这个狻啊发出来这个声音比较低沉。吹起来以后呢，这个声音感到人也就是非常的凄凉。人家东夷之都的这些人嘛，就是说呢用这个水来说呢吹出这个音乐来纪念蚩尤。这个阳谷哨呢，就是从狻的这个基础上逐渐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悠远的哨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那个遥远的史前时代。事实上，蚩尤部落不仅善于金属冶炼、农耕技术，甚至是娱乐形式都影响甚广。飞叉、斗空竹、顶缸、钻圈，这些都是被人所熟知的传统杂技项目。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清楚，杂技的祖师爷是什么人。杂技的源头叫绝地，又名蚩尤戏。阳谷有这么一个民间传说：井井田坡坡地，我们都玩蚩尤戏。蚩尤戏吧，它这个发展到秦汉这个时候叫北戏，到元代以后叫八戏，或者叫耍马戏的。到1950年，这个周总理成立第一个杂技团，周总理起叫中华杂技团，全国才统一叫杂技团。它的这个球形内容啊，就是一种健康的竞技游戏，啊，就是说以技巧为核心。现在我们整个杂技界都推崇蚩尤为杂技鼻祖。如今，阳谷的小孩还热衷于玩一种叫做笛拐的游戏，有人说可能就是蚩尤戏演变过来的。事实上，作为兵主战神，蚩尤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兵器。史料上说，他治5兵之器。相传，炎帝与黄帝联军攻打蚩尤，3年城不下，9战9不胜，节节败退。后来不得已求助于9天玄女的帮助，才有了转机。而蚩尤被杀后，皇帝又特意画了蚩尤的像来威服四方。天下复扰乱不宁，皇帝虽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，8方万邦皆为真服。那么说明的是的话呢，蚩尤在历史上的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。那么为什么战败了他，杀掉了他，又为什么又那么来说的话这个敬畏他呢？那么是因为他的部落比较强大，他的部落毕竟战争被杀掉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大部分的人还活着，所以从皇帝画下去来讲，不得不借用蚩尤的这种威望，以稳定人心。涿鹿大战之后，蚩尤部落一部分向南迁徙，
而很多人则留在北方，逐渐融入了炎黄部族。可以说，这场战争推进了民族间的碰撞与融合，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根基。然而，蚩尤葬在何处，这始终是一个谜。阳谷大墓新近的发现，给了考古人员一个重要的线索。这一次，他们不仅在这里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遗迹，还进一步确认，这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龙山文化城。这与史料中关于蚩尤冢的记载极为相似。史料当中的记载是，城中有冢。就是古城当中有一个古冢，冢外有城。这个也正好和史料记载和考古也是相符的。这个蚩尤生活的年代，正好是大汶口文化后期、龙山文化前期这么一个生活年代。这里所考古发掘的东西和文化层面的分析，正好和蚩尤东夷族生活那个年代是相符的。这座龙山文化城的出现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。一些考古人员据此推测，这里作为蚩尤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，也许就是蚩尤部落当年的都城。2008年11月27日，很多从贵州、湖南等地专程赶来的苗族同胞聚集在蚩尤陵前，他们按苗族的风俗对始祖蚩尤进行祭祀。尽管时光远去了千年，但是对于这位九黎之君的尊崇却始终没有改变。